近排香港證監會一節備案通知書，令到大家知道一間叫維達利嘅公司即將登陸港交所。咁唔少媒體嘅標題一律就寫成李嘉誠外父家族衝刺 IPO。嗱，睇到呢啲標題，我有少少感慨，因為如果你認真翻開呢個家族嘅歷史，你會發現莊正庵家族喺香港做實業嘅時間，其實仲早過李嘉誠。佢哋由上環一間細細嘅錶帶工廠做到今日蘋果、三星供應鏈入邊嘅全球第一，足足用咗90年。呢個故事值得用佢哋自己嘅名去講。首先講清楚呢層親戚關係啦。莊正庵就係李嘉誠母親莊碧琴嘅胞弟，即係李嘉誠嘅舅父。而1963年佢個女莊月明同李嘉誠結為夫婦，所以咧佢又係李嘉誠嘅外父。當年李嘉誠12歲隨家人走難去香港，就係投靠呢位舅父啦。咁喺父親過身之後咧，佢亦都曾經喺中南錶行做過學徒喎。1950年，李嘉誠創辦長江塑膠廠，5萬港幣嘅啟動資金入邊，4萬幾係莊正庵借俾佢㗎。客觀啲講，莊正庵確實係李嘉誠創業路上第一位嘅貴人同埋擔保人。但係呢段淵源唔應該掩蓋莊氏家族自己喺實業上面嘅成就。咁故事嘅起點咧，就係1935年，莊正庵由潮州嚟到香港，喺上環開設咗一間生產錶帶嘅細工廠。呢間就係後嚟嘅中南鐘錶有限公司。佢唔單止生產錶帶，後來仲攞到瑞士鐘錶品牌嘅代理權，起咗11層高嘅廠房。1956年，佢哋喺天后廟旁邊起咗一棟廠房大廈，當年一度係港島最高嘅建築物之一啦。今日你翻開任何一本關於香港鐘錶業歷史嘅著作，都一定兜唔開莊氏嘅中南鐘錶。但係最令我欣賞嘅唔係佢哋當年做到幾大，而係佢哋願意喺高峰嘅時候轉型。生產錶帶嘅時候，為咗令錶帶更加耐磨、色澤更加持久，佢哋開始鑽研 PVD 鍍膜技術，即係物理氣上沉積，喺真空環境入邊將鍍膜材料氣化，再沉積喺物件表面，形成一層納米級嘅薄膜。就係呢門由錶帶工藝練出嚟嘅技術，後嚟就被佢哋一步一步延伸，由錶帶去到金屬零件，由金屬零件去到半導體，再去到你今日手上嘅智能手機。咁2006年，莊氏嘅第二代成立中南創發，定位做科技材料同精密工程平台。維達利就係旗下規模最大嘅子公司。技術脈絡其實係一脈相承㗎。1933年做錶帶，後嚟發展錶帶 PVD 鍍膜，再將呢項技術由鐘錶拓展到消費電子同智能汽車。90年嘅工藝積累，就咁變成咗全球供應鏈入邊嘅隱形冠軍。今日嘅維達利喺行業入邊係咩位置？用卓識諮詢2024年嘅數據嚟講啦，消費電子金屬組件 PVD 界面增強，全球市佔率26.2%，排名第一。消費電子玻璃組件 PVD 全球第三。車載激光雷達玻璃窗口片按出貨量計全球第一。HUD 抬頭顯示玻璃自由曲面鏡全球第二。你手上嘅 iPhone、Apple Watch、三星嘅旗艦機入邊嘅關鍵結構件嘅鍍膜處理，好大機會都係出自維達利嘅生產線啦。包括而家高端摺疊屏嘅手機鉸鏈入邊嗰層極度講究耐磨同順滑嘅鋁金剛石碳膜 DLC 咧，都係維達利獨家供應㗎。咁喺業績方面，24年維達利嘅收入52億人民幣，按年增長接近50%，淨利潤6.18億，按年增長70.5%。25年頭9個月收入已經達到46.18億，淨利潤5.72億，毛利率穩定喺23%以上，而淨利率都有10.4%，穩步提升至12.4%。莊正庵喺1995年過身，就留低3個仔：莊學山、莊學海同莊學熙。三兄弟採取咗一種好特別嘅模式，分工但係唔分家。大仔莊學山主理中南鐘錶，負責對外事務同慈善；二仔莊學海掌舵中南創發，主理科技製造，即係維達利呢個板塊。三仔莊學熙分管慈善同資本運作，股權平分，資產共管，到今日都冇分家。咁喺香港家族企業增產新聞層出不窮嘅年代，呢種安排真係唔多見㗎。仲有一點好值得一提，維達利同長實、長和係一啲股權關係都冇，佢哋唔係李嘉誠旗下嘅公司，亦都冇靠李嘉誠嘅關係去攞生意。由始至終，莊家都好少借李嘉誠個名。就算係喺李嘉誠最風光嘅年代，佢哋都係專注做自己嘅實業，曝光率一直壓得好低。所以今次嘅 IPO， 與其稱佢哋為李嘉誠外父家族，不如稱佢哋為香港最後一批低調嘅老錢家族。
真正嘅底氣從來都唔係靠人哋嘅名，而係靠自己手入邊嘅技術。